大家好，我係 Andy，今日係2025年3月12號星期三，咁一度拍片同大家跟進翻幾個市場嘅技術走勢同埋波浪分析。咁首先睇睇恒指今日走勢，見到恒指今日係高開咗，跟住衝高咗少少咧，去到最高23,962，咁然後就開始回落，中午收市就跌緊158點。咁佢就又再跌穿翻嗰條8MA 啦。咁如果個浪係繼續向上呢，佢應該今日就會守住嗰條8MA 嘅。咁留意到佢小時圖喺嗰個高位跌落嚟，係有少少似係一個五浪嘅結構啦。咁呢點係唔係太好嘅？1、2、3、4、5啦。咁會唔會呢個調整？即係話之前講到呢個係1，咁會唔會個2係分咗做2A、2B、2C 呢？咁亦都有可能嘅。咁可能會再跌穿翻前面呢個低位，先再完成個2啊，先再行3浪，亦都有可能。所以就暫時呢啲位比較難講，要企穩到見到呢條 MA 咧，佢擋住咗個升勢嘅。咁見到如果企穩到喺上面收市呢，先至確認到係進入個3浪啦。咁見到暫時都未企到喺上面。咁同埋另外都要留意今日收市收成點嘅。如果收喺8MA 下面呢，咁就比較差啦。如果收喺8MA 下面呢，佢呢度就最少會有一個 A、B、C 嘅。咁就即係話呢個係 A 啦、B 啦，咁會有個 C 啦。咁而呢個 A、B、C 就有機會跌翻穿前面呢個低位嘅。如果佢係對應翻呢度1、2、3、4、5，對應翻呢組浪嘅嗰個 A、B、C 呢，佢又有機會個 C 就會跌得深嘅。除非佢呢度只不過係對應翻呢個5浪1嘅一個5浪2，分咗做 A、B、C， 咁就未必會跌穿呢個低位，所以都比較難講嘅。5浪，如果佢能夠今日收市繼續企穩到嗰個8MA 呢，咁比較似5浪2嘅5浪1、5浪2，咁轉5浪3。但係如果收喺8MA 下面呢，今日如果收8MA 下面收市，就有機會係調整緊呢個整個升幅嗰個嘅 A、B、C 嘅。咁呢點要留意啦，因為如果係調整整個升幅，咁呢個 A、B、C 會係時間可能會耐啲，同埋會跌得深啲。同埋有機會係穿前面呢個低位，大機會啦，大機會會穿呢個低位嘅。咁睇一睇 Patreon 分享個圖，咁見到4小時圖，咁前面呢度上嚟呢，1、2啦，咁呢個2呢個位置就係尋日嘅低位啦，轉角位。咁依家都可能係行緊3浪嘅1、2嘅啫，即係3浪1、3浪2。咁始終守住呢個位呢，咁都有機會3浪3、3浪4、3浪5。咁所以依然係仲係有機會行緊個3浪嘅，只要冇穿呢個位就可以啦。如果穿咗呢個位，個數法呢就會轉咗做2A、2B 同埋2C 啦。咁佢企穩翻某啲位呢，咁都會係繼續上個3。咁除非佢跌穿咗之後呢，一直收喺下面，咁冇乜反彈嘅，跟住呢，咁會跌翻穿呢個低位，咁先會排除到呢度1、2、3嘅呢個數法。咁所以呢個要觀察住啦。咁睇一睇，即時咁睇4小時圖，見到4小時圖1浪、2浪啦，咁都仲可以繼續係咁樣數嘅3浪。咁呢度分咗做3浪1同埋3浪2嘅啫。咁如果要確認行3浪3呢，就要首先上面呢度見到一條 MA 啦，佢係不斷受制嘅21MA。咁如果企到喺上面收市，或者甚至乎企喺呢個阻力位以上收市呢，咁應該就係個3浪。咁但係如果佢企唔到呢個 MA， 或者企唔穩喺呢個阻力位上面嘅，佢都當然有機會係做深少少嘅調整啦，或者甚至乎係跌翻穿呢個低位，亦都有可能。咁但係尋日就數過裡面應該係一個調整浪，所以應該
呢個位係調整浪嘅話呢，即係話呢個頂呢，即係最終應該都會升得翻穿嘅，爭在會唔會調整分兩重、一重、兩重，同埋究竟呢兩重嘅調整呢，係究竟係乜嘢浪嘅啫？因為佢可以係一個大嘅 A、B、C， 咁先都係會升翻穿個頂，或者係細嘅一個 A、B、C， 只不過係對應翻呢個升幅，咁啊繼續行個三浪升翻穿個頂。咁即係只能夠知道呢，因為呢度係調整浪嘅關係啦，只能夠知道呢個頂會再升穿嘅。咁但係究竟呢個 A、B、C， 首先佢可以依家呢就可以係未必跌穿呢個低位嘅。如果佢企翻穩條 MA 呢，咁就未必跌穿呢個低位。假如跌穿呢，佢亦都有兩個可能，就係話一個細嘅 A、B、C 對應翻呢個升幅，或者一個大嘅 A、B、C 對應翻前面整個嘅升幅。咁啊，但係 A、B、C 行完呢，都會係再破翻呢個頂。咁啊，恒指就係咁嘅睇法。咁睇睇上證指數，咁睇睇上證指數日線圖。咁尋日收陽燭，跟住今日呢有少回吐。咁啊，繼續都係未企穩到之前嘅呢個阻力位嘅。咁如果企穩到呢個阻力位之上收市呢，應該就可以確認到係行進入個三浪啦。咁但係都未企到啦，咁所以依然都唔排除佢可能會係繼續喺呢啲位橫下做個橫行調整先啦，咁樣。咁啊，直至到收穿呢個阻力之上呢，收市呢應該就確認到行個三浪。咁睇睇標普500，咁睇睇標普500指數嘅日線圖，見到佢收咗係1:1.618以下。咁再下面嘅支持呢，就分別係有2.618啦，同埋係下面嗰條 MA 啦，377 MA。咁377喺日線，咁個數值都好大噶啦，377。咁啊，另外就係等佢可以收穿翻上一支巴個頂，咁啊呢個未出現啦，呢個嘅信號未出現。如果出現咗，就有機會係調整完啦，收穿上一支巴個頂啦。咁呢個未出現啦，呢個信號。另外就係企喺個5MA 以上收市，咁亦都未出現嘅。咁啊，更何況3MA、5MA 做金叉，亦都未出現，所以暫時就未能夠話係確認到個調整完成啦。咁另外都要留意埋今個禮拜嗰個收市嘅週線嘅收市，因為佢可能雖然佢日線就收咗喺下面嘅，但係佢如果週線最後企得翻穩，週線如果佢最後企得翻穩1.618呢，咁喺個週線上面睇落去都係利好嘅。咁啊，跌到1:1.618企得穩，咁啊有機會轉翻上去，所以都要留意週線嘅收市，即係暫時未係有一個好明確嘅見底嘅信號。咁睇一睇，我而家睇埋佢嘅嗰個倉位啦，見到60咁樣，睇一睇道指。咁睇睇道指啦，道指係66嘅，66。咁見到佢日線睇下佢個 extension 係去到幾多嘅比例啦，去到1:1收咗喺下面嘅。咁呢點就唔係太利好啦。咁另外亦都冇喺陰陽燭方面呢，冇一啲好明確嘅轉向信號啦。另外就係佢下面有條 MA， 咁都可能會掂到嘅。另外就係4小時圖，亦都未收穿翻個移動阻力。見到移動阻力，見到係底頂底啦，咁移動阻力係喺呢度。咁然後又再破底，咁啊見到底頂底啦，移動阻力呢，移動阻力進一步由呢個位褪到去呢個位啦。咁即係依家睇住呢個位就可以。咁只要佢升上去企翻穩呢個位呢，咁應該就會見底噶啦。咁所以就暫時仲未係確認到見底啦。咁就睇一睇納指嘅走勢。咁睇睇納指嘅嗰個 IG 嘅倉位啦，見到係75，咁係比較多嘅。75% 睇好呢，咁係比較多。咁另外就係睇埋佢個 extension 嘅比例係去到1比幾多啦？見到係1:1.618已經收穿咗喺下面，咁就比較差。如果佢重新企翻穩，咁啊比較利好嘅信號嘅。
咁所以如果佢能夠企翻穩呢個1:1.618呢個比例企翻穩呢，咁亦都係企翻穩嘅話就大機會上嘅。另外就係佢呢度跌落嚟呢，由呢個高位跌落去呢，一直都未試過企穩5mm啦，咁所以亦都可以留意住個5mm收市收喺5mm以上呢，亦都係一個利好信號。另外就係3mm、5mm嘅金叉啦，咁誒暫時未做到啦。咁啊收穿上一支巴個頂啦，咁亦都未做到，所以係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見底信號。4小時圖睇個移動阻力係喺呢個位嘅，咁亦都稍為有啲比較遠嘅，咁就可以留意啱啱好似道指個移動阻力近少少，咁可以留意道指個4小時嘅移動阻力啦，咁樣，因為佢始終呢度冇破底啦，冇進一步破底，因為如果進一步破底個移動阻力就會近翻啲啦，咁就佢冇破底咧，咁變咗係喺呢要留意注意嘅係呢個位置，可能睇道指會快少少，知道幾時見底嘅，暫時未確認到啦，睇睇。咁黃金見到佢個二浪調整就中咗條 MA 啦，中咗34MA 之後呢，就有個比較明顯嘅支持，收咗支陽燭，咁係一支有低位嘅陽燭，比較利好嘅，應該可能今晚就再繼續衝上去嘅機會比較大。咁呢度就有機會個升浪繼續就行1、2，準備行3啦。咁睇一睇佢嘅4小時圖。咁見到佢呢個拉緊嗰個 extension 啦，如果佢係行3浪呢，應該可以去到3038，去1.618嘅位置啦。3浪，如果企穩到1浪頂呢，呢個1浪嘅位置呢，1浪頂企穩到喺上面呢，就確認係3浪。佢嘅調整就調整咗一半嘅，見到。調整咗50%，咁亦都係比較普遍嘅二浪回吐啦，咁樣。佢依家就似係行緊個3噶啦，行緊3浪1、3浪2，準備3浪3啦。咁就睇一睇原油嘅走勢。咁原油睇一睇日線圖，見到佢冇再進一步破底，咁會唔會喺呢度有個小5浪失敗咗呢？就係話呢度1、2、3、4、5會唔會失敗咗呢？個小5浪咩都難講，但係始終佢呢度都係完成咗啲早浪嘅啫。假設佢係失敗5浪，咁佢呢度都係1、2、3、4、5，佢仲有之前嘅呢一紮嘅，咁所以呢度應該1、2又會有一個3、4、5嘅，咁即係佢依然係有低位嘅，佢依然係仲會繼續跌啦，咁樣。睇下佢反彈到邊啲位先再跌嘅啫。應該可能會破一破呢個頂，跟住開始跌啦。見到 A、B，做個 C 浪反彈，穿一穿呢個位，又會繼續跌落去。咁就係咁嘅睇法。始終前面呢個低位都未跌穿啦，所以繼續都係睇會跌穿呢個低位。睇一睇美元指數，咁睇睇日線圖啦，美元指數。咁睇下呢度嘅數浪，1、2浪啦，1、2浪啦。3、4、5，咁5係未收陽燭啦，所以應該都係仲係個5浪當中嘅。5浪可能會再落深少少咁樣。1、2、3、4，行緊個小5浪啦。咁呢個小5浪完咗呢，都只不過係完成個大3浪嘅啫。即係呢個級別嘅大一個級別嘅3咁樣。咁大一個級別嘅3呢，即係呢個小5浪呢，有機會就去到2.618呢個位置，咁樣啦。咁呢點係利好黃金嘅。由裏面嘅呢度就係1、2、3、4、5，
咁呢度加埋就係一組浪，一組跌浪嚟嘅。咁啊，個小五浪跌到呢啲位呢，就完成嗰個大三浪啦。咁今日呢條片就拍到呢度，終於可以俾個 like 俾訂閱 YouTube，可以訂閱翻，亦都歡迎 share 俾朋友睇，亦都可以考慮裝翻 YouTube 會員或者 Patreon 會員。咁我哋聽日見，拜拜。